大家好，我哋係 YOY Studio，我係 Lilian，我係 Matt，歡迎大家嚟到今次同 Pacific Place 合作嘅新年裝置 Whimsical Gallop。因為嚟緊就係中國嘅馬年啦，咁我哋今次馬就成為咗呢個主題最重要嘅一部分。而喺馬上面，我哋就用咗法式刺繡去做唔同嘅圖案，希望將一啲祝福帶俾大家嘅。咁我哋今次嘅刺繡咧用咗唔同嘅圖案啦，咁當中咧除咗有一啲比較中國傳統嘅圖案，例如有金錢同埋長雲之外咧，我哋都會用咗一啲喺西方寓意吉祥嘅圖案，例如四葉草啦同埋石榴嘅。咁物料方面，我哋用咗好多唔同嘅珠片啊、豬仔啊或者羽毛。咁當中咧，我哋有大約12個刺繡師啦，用咗大概1000個小時嚟完成所有大概600種嘅刺繡嘅。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！祝大家馬年事事順利，希望大家可以趁呢個新年嘅時間嚟到太古廣場睇下呢一個 Whimsical Gallop 啦〜